原來總價70萬左右就可以喺珠海買到一套12年免費義務教育嘅學區房啦，而且9年嘅時間係可以目送小朋友返學嘅。呢度就係我哋珠海湖新片區最好嘅2間學校。西湖中學、齊正小學一出門行幾十米就到啦，所以呢個單位買返嚟之後，如果你想出租係完全冇問題嘅，因為呢小朋友返學每日幫你慳返最少1個鐘時間，而且喺我哋呢度望過去呢，就係珠海嘅湖心新城，我哋可以感受到城市嘅規劃藍圖呢係好靚㗎，一路過到去航空新城、華發商都係幾分鐘時間，咁喺我哋呢個位置返到去珠海嘅市中心都係10零分鐘，交通同埋生活配套都係非常之完善。我哋依家睇緊呢個單位呢，就係交付標準啦，先裝修國企嘅大樓盤，層高呢係去到3.15米嘅。咁依家珠海好多啲豪宅呢，層高都係去到3米到3.15米嘅交付標準，啲尺價呢係去到成3000幾蚊、4000幾蚊尺價。我哋呢度呢，擁有同樣嘅空間舒適感，尺價只需要1000蚊尺出頭就可以擁有啦。如果想要了解樓盤嘅詳細信息，或者係想我喺現場呢邊俾出具體嘅建議同埋分析，可以加我 WeChat 或者係點個 like啦。下期再見，拜拜。